好，咱在座诸位上主各位莲友吼，咱大家搞早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今仔日呢，咱真欢喜照着咱早斋完了后，数几句话，甲恁大家结缘，互相大家探讨，增加对念佛的信心，是为着这件代志。咱怎么今仔日呢？是甲恁讲。 这是我过去捌写过，但是因为这个写这个内容呢，我感觉真好，所以有当时咱会疏忽啦。好的物件，但是你无时常去甲安尼温习就对，去甲复习安尼，咱足容易会袂记哩。所以呢，今日就这一面，咱再一次甲各位个复习安尼提醒，依佛本愿踏实做。 咱就按照佛陀交代，佛的本愿，伊根本的誓愿是要用名号来救你、救念佛的人。你只要有念佛，安尼就是符合伊的本愿，伊根本的誓愿就对。伊成佛，伊主要要用名号来救度咱这罪恶的凡夫众生。咱若顺伊的愿，伊就是依照，莫去甲违背。 佛甲咱交代话，咱都是安尼真认真、真拍拼，老实去做，踏实做，就是爱老老实实唔通颠打去安尼，唔通嘴里念，但是心也无伫想啊，安尼都唔好。所以心口爱如意就对，咱的心甲你的嘴念，为什么要念？知影，就是阿弥陀要救我呢。 我心内欢喜啦，欢喜满足就对啊！我老老实实去做这件念佛的工课，顺佛的本愿，佛号声声口中过啊！佛号每一句每一声安尼，伫你嘴念过就对，念过安尼，念到发喜心开阔，这你念到非常发喜充满，什么叫做发喜啊？让咱有希望啊啦！ 咱若念的是念甲讲我有将来啊！我念咧就我袂过去受苦。哎呀，我来这个发喜充满啊，真正满足就对安尼。因为咱人拢是有做罪有作业的凡夫众生，咱若依照因果的报应，无法度撇开啊，撇袂开啊。时候是还未到呢，一面若是成熟，迄个果报一定会出现。 绝对出现了对，所以咱会感觉讲咱无力，但是加在，因为咱念佛的时阵，咱有将来啦，有一个瓦靠啊咧，有一个光明的未来，所以迄个发喜就来啊，非常的满足欢喜啊呢，真欢喜就对，心开阔，心肠拢全袂烦恼，袂阿杂，袂郁卒啊呢。 哎呀，太好了，很开阔。就是咱为什么开阔？心的北长真开阔，意思呢？主要就是讲，咱无烦无恼，所以真轻松、真自在。叫做心开阔。我们心开阔，过佛号声声口中过，念到发喜，心开阔，另外开阔。 自然相应会极乐，大家拢转来去西方极乐世界，迄才是咱的家园嘛，对我们的家园。你只要若是做会到，安尼，逐工无代志，我都要念佛就对。欢喜的时阵念佛，我伫悲伤的时我嘛要念佛。身体健康，我要念佛。我若万一破病的时阵，我嘛要念佛就对。各位，真无用哦，各位，我要念佛。 清闲的时阵，理所当然应当爱念佛，所以你将这佛号当作你的生命，呢，每工都是安尼念佛，可以在做，自然相应回极乐，自然，你甲符合了佛伊的本愿，佛都爱救你。 佛就是要绝对要度你，安尼你就会转去极乐世界，咱转来咱来家园就对，各位这是非常重要。国家各位提醒一句话，各位对不对？希望咱大家时常学习，时常来去体会，时常了解这佛祖伊的愿甲伊的慈悲，安尼咱靠伊的这个愿力，咱来去释放，好来，咱甲收起。